好，各位傳媒嘅朋友同埋各位嘅市民，大家好。工聯會今日咧喺英國領事館咧係一個嚟到一個做一個抗議同埋譴責英國政府咧係以莫須有嘅罪名嚟到去審判中國嘅公民，喺英國嘅中國公民。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呢，我本人呢，同埋陳穎欣，同埋我哋嘅工聯會嘅區議員、社區幹事，總共呢大約有30人，我哋喺呢度英國駐港嘅領事館外呢嚟到去抗議嘅，係強烈譴責英國政府呢以莫須有嘅名義羅織罪名嚟到審判中國公民袁松標。大家都知道咧，袁松標咧係我哋香港駐英嘅經貿辦嘅一個職員。工聯會咧係批評英國政府咧係完全係一種政治嘅操弄同埋司法嘅誣陷，並且咧係干預咗中國嘅內政同埋香港嘅事務。工聯會咧係促請英國政府咧係要認清世界發展嘅局勢，盡快咧係改弦更張，避免咧係破壞中英兩國嘅正常經貿關係同埋人員嘅往來。工聯會咧係強烈咁樣去譴責英國呢種咁嘅政治操弄同埋誣陷罪名嘅一種做法。我哋工聯會咧立法會議員啦，同埋我哋嘅社區幹事、區議員等等呢，會喺呢度呢係作一個示威，將會喺我哋嘅示威底下呢去送我哋嘅抗議嘅信件。我喺呢度呢係代表我哋工聯會呢係譴責呢個英國政府嘅做法，強烈譴責英國政府嘅操控。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操控。係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控。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控。促請英政府停止抹黑香港駐外機構人員。促請英國停止抹黑香港駐外機構人員。抗議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抗議國際法，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停止對中國公民誣陷同埋打壓，停止對中國公民誣陷同埋打壓。我哋工聯會呢係，亦都呢係促請英國政府呢要認清形勢，改變冷戰嘅思維，唔好呢以長臂管轄呢種咁嘅方式嚟到去對待香港又好，中國公民又好，否則呢係會嚴重影響呢個中英雙邊嘅關係，破壞正常嘅經貿嘅往來。我哋清楚呢，我哋喺英國嘅中國公民喺英國嘅操弄底下，政治操弄底下，羅織罪名，以莫須有嘅罪名呢，引用英國嘅國安法嚟到去進行審判同埋定罪。呢個係完全不能接受嘅。工聯會呢係堅決支持中央政府維護香港政府駐外公職人員嘅合法權益，堅決捍衛國家嘅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同埋我哋公民喺海外嘅合法權益。我哋再次呢係叫我哋嘅口號，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弄，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弄，促請英國停止抹黑香港駐外機構人員，促請英國停止抹黑
抗議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抗議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停止對中國公民無限打壓。停止對中國公民無限打壓。好，永欣你有冇嘢講？入咗我咪補充。好啦，好，咁我哋而家咧就係遞交我哋嘅抗議信。係抗議。係我哋嘅立法會議員李廣宇都到啦。繼續我哋再嗌多次口號嚇。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控。強烈譴責英國政府政治操控。促請英國停止抹黑香港駐外機構人員。促請英國停止抹黑香港駐外機構人員。抗議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抗議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停止對中國公民無限打壓。停止對中國公民無限打壓。好，我哋而家遞交我哋嘅抗議信。好，好，張合照。前面嗰個車嗰度。議員寫講過嚟，多張相。一個，我會唔會嚟做？英國政府違反國際法，譴責英國政府顛倒是非，譴責英國